阿 Bell 話你知，2025年往你的微型大揭秘。微型作為五官之首，絕不是徒有虛名，所以選擇式你的微型居重要。願2025年朋友們選對微型，順風順水。微型與臉型 ，Hello， 姐妹們，你知道嗎？不同的臉型適合不同的微型，選對微型，修飾臉型，顏值加分。今天來聊聊微型和臉型搭配小技巧。一、心形臉特點：額頭寬，臉型呈到三角形，微型係五官之上。式柳葉眉，柳葉眉可以縮短額頭比例，眉峰靠前，填補上庭露白，讓三庭五眼比例更完美。二、方臉特點：臉型直線條偏多，稜角分明，比較剛硬，會顯男性化。式彎月眉，彎月眉上下線條都微微弧度，可以弱化面部稜角感，使面部外輪廓更加柔和。三、長臉特點：三庭比例偏長，顯成熟。式平緩眉，平緩眉就是平直眉稍微帶點弧度，整體眉型偏短，視覺上可以縮短三庭比例，增加幼態感，會減齡效果。四、圓臉特點：三庭五眼比例距離較近，缺乏立體感，優點是比較幼態。式小勾眉，眉形微弧，可以起到拉長面部三庭的視覺效果，增加面部立體感，更顯高級。五、鵝蛋臉特點：橢圓臉型，圓潤飽滿，簡直是夢中情臉。百搭臉型。式任意眉型，根據喜好選擇即可。如果實在不知道選哪種，建議標準眉，不會看膩，還顯高級。六、菱形臉特點：額頭較窄，太陽穴幽陷，顴骨突出。式遠山眉，眉形平緩，眉峰後移，微微圓潤拉長，視覺上增加太陽穴飽滿度，削弱顴骨突出，更加幼態減齡。這就是市面上常見6款臉型對應的6款眉型。大部分情況下，這樣對號入座不會錯。當然也有特殊情況，姐妹們如果特別的想法，可以留下問題，我會抽空在線給建議。